演艺圈越来越多新二代出道，接续父母光环继续发光发热。艺人小 S 徐熙娣和老公徐亚军育有3个女儿，但她对于让孩子出道这件事似乎不太能接受。近日小 S 受访时坦言，13岁大女儿 Ellie 有意出道当演员，但因为她和姐姐大 S 一路走来，经历太多新闻与网络攻击，因此现在只打算假装支持女儿进演艺圈。小 S 的13岁大女儿 Ellie 已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她经常在 IG 上晒照，被发现遗传妈妈纤细的身材，单眼皮看来也非常有个性。据联合报报道，小 S 近日受访时坦言，大女儿曾经向她表态想当演员，但我心里是默默不支持，因为万一不红我会替她担心，可万一红的话，又得承受诸多批评，我真不知道她是否可以承受。于是小 S 采取假装支持女儿的策略，并称除非真的有导演找女儿演戏，不然自己不会主动推荐。小 S 回忆出道一路走来，经常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新闻或是被人骂，他表示这些自己都能承受，但不知道孩子能否承受这些。他坦言，尤其我自己都没骂过他们，更不知他们能否挡得了这一切。被问到女儿想演戏，为何不透过大 S 的人脉来帮助女儿？小 S 说，我姐自己都完全封锁她儿子、女儿的演艺之路，还撂狠话，绝对不允许她的儿女进演艺圈。